现在网络发达，资讯取得越来越便利。不过，为了商业利益、政治情感等因素，也制造许多有问题甚至扭曲、伪造的讯息。日前就传出透过简讯、邮件或是 LINE 来发送卫生福利部恭喜您符合条件，可以提领防疫补贴来误导民众，进一步要您提供身份证影本等个人资料和银行账户。对此，台南市卫生局长也说，他曾收过类似假消息，呼吁民众提高警觉。我想很多乡亲日前都会接到很多的简讯上面都有说透过什么连结就可以接到什么补助。原则上防疫补助不会经由这样子的一个简讯来通知。我想这个是我们应该去公开的网站，尤其是市政府的网站或是中央政府的网站来确认。那我想一般的防疫补助是不会有这样子来散播，也请大家收到这样的一个简讯，请勿受骗上当而点这个连结。媒体识读的培养，对媒体所传播的消息内容要有思考、批判的能力，确实是现代社会重要的议题。议员林义莹身为民代，服务处也时常收到民众被诈骗、权益受损的陈情案，所以提醒市民可以利用 LINE 讯息查证平台等 App 来破解谣言，甚至主动举报可疑消息。现在有很多的手机 App， 像是 Whoscall、像卡来等等的，它可以帮助你来过滤诈骗电话。在显示那个来电通知的时候，上面就会写包含说像投资理财或是诈骗可疑等等的。在这边也恳请各位市民朋友可以多多的来研究相关的管道。中加宽频3冠王双子星持续善尽媒体的社会责任，期待民众在面对各项讯息时保持警觉，并且将各项查证工具分享给更多人，提升媒体识读力。记者顾文吉、林银庚台南报道。